大家好，又係萬象九章數學真樣嘅時候。接住上次同大家講關於歐估章第16題嘅問題，我想將呢個討論拓展去到歐上用圓。歐估用圓咧，其實就係講緊一個直角三角形裡面有一個內接圓，即係圓係同三角形嘅三條邊互切。而歐上用圓咧，係講緊一個直角三角形裡面有一個半圓，又或者咁樣講咧，即係有個圓形嘅圓心喺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嘅底邊嗰度，而呢個圓形就同三角形嘅直邊同埋斜邊互切。如果講歐上用圓或者歐估用圓呢啲題目咧，就不能不提測圓海鏡呢一部書啦。測圓海鏡其實咧係由金元時期數學家李野所著嘅，全書有12卷，170文，係一部咧論述呢個用圓嘅專著。當然啦，測圓海鏡咧有佢其他嘅貢獻，但係今次咧我哋集中去翻用圓嘅問題先。測圓海鏡咧，佢除咗咧保留咗動冤九用嘅公式之外咧，仲俾出咗一啲新嘅公式，所以佢嘅貢獻咧係好多嘅。我哋又睇下測圓海鏡裡面關於歐上用圓嘅題目先啦。或問甲乙二人居在西門，月東行256步，甲南行480步，望見月。嗱，甲乙兩個人咧就喺一個圓形嘅城嘅西門，分別向東同埋南行。月咧就向東行256步，甲咧就向南行480步。之後咧就見到對方啦。我哋嘅目標就係想揾翻呢個城池嘅直徑。嗱，稍後咧我會用一幅圖同埋一啲嘅計算咧去揾翻個直徑俾大家睇。咁但係為咗方便大家嘅理解啦，我將幅圖旋轉180度。好啦，如果我哋要解呢條題目咧，首先我哋都要理解呢條題目講啲乜嘢啊。嗱，我將幅圖咧旋轉咗180度之後咧，你會見到而家見到嘅東西。嗱，喺個直角三角形裡面咧，就有一個半圓啦。由於圓咧係同我哋嘅弦就互切，所以咧我哋會發現 OD 呢一條線咧，其實都係圓嘅半徑。我哋留意到 A 呢一點，其實咧係由外點引切線，即係話由 A 點引出嚟嘅切線咧，有 OD、OC， 即係話如果我由 A 點連去 O 點咧，我就會發現呢一條線咧就正正可以將 A 呢一角分為兩等份。而由呢一個角咧，我哋就可以引申出有兩條公式。第一條就係考慮到大嘅直角三角形，我哋就會得到 tangent 呢一角，呢個 A 角
就係256除以480。而如果我哋考慮右邊呢個較細嘅直角三角形，我哋就會得到 tangent 2/A 呢一個角就係半徑除以480。由呢兩條公式咧，我哋就可以好容易咁樣先計到直角出嚟，並且之後就計到半徑啦。計到半徑，即係計到直徑啦。但係大家又唔好忘記喎，涉及呢個 tangent 正切嘅數值咧，其實我哋一般都係用計數機，或者以往未用計數機之前咧，我哋用對數表去查出嚟。但係古人冇呢個對數表，咁佢可以點樣揾到嘅答案呢？之後我就會同大家講下，究竟古人係點樣做出嚟㗎啦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萬象九章數學真人。拜拜。